狂，哪里敌过天地嘅事？我驸馬到你好。各位街坊，今日係我哋荃灣潮僑街坊盂蘭勝會響荃灣沙咀道球場舉行嘅盛大盂蘭節嘅盛會呢，就係第2日。咁喺聽日呢，我哋第3日呢亦都有派福米嘅活動嘅。咁希望各位街坊呢就踴躍參加。同時呢，喺10月5號呢，我哋喺支部呢，喺荃灣二波坊17號嘅地下呢，亦都有派福米活動。希望各位街坊踴躍參加，祝各位合家平安，身體健康。同時，我哋好多謝呢個海基集團、白雲山植物精油贊助。